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失眠占卜，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Justin。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用玄學嚟去睇世界大事嘅方法嘅，同埋背後嗰個邏輯咧，其實到底係點樣去做？咁不嬲睇預言呢樣嘢，就好多人都會好有興趣，或者有時都會有人喺上面度講，跟住大家會瘋傳呢兩年又話邪馬紅羊劫，跟住又極端天氣，又話九運，咁好多人有好多嘅預測啦，亦都有講啲話嚟緊幾時就會發生啲咩事咁樣。好似上年就啲人有講話會日本會地震啦，跟住我喺最近都見到喺 Flash 度見到有時候啲人會做一啲時事嘅評測，或者好似早排世界盃咁樣，啲人都會嘗試去占卜下、卜測下。人總係對於一啲未知或者好快會發生，但係又唔確定嘅事好有興趣，硬係好中意揾一啲預言嚟去睇下嘅，覺得好似有啲嘢揸向手咁樣，總係會期待有啲咩事發生，好似睇電影好特別，或者可能啲世界末日預言，總係好多人喺度講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用一個比較真係學玄學嘅方法嚟去睇呢一件事，同埋等大家理解玄學對於一啲世界大事啊、國運嘅預測，其實係從一個點樣嘅角度出發。咁第時大家再聽到一啲所謂嘅預言定係預測，你個心中會有個底嘅。嗱，咁首先呢，如果你期待啲玄學預測世界大事，好似睇新聞咁樣，或者好似啲未來人啦，列出10條嚟緊會發生咩事，時間地點係點樣，其實唔好 work 嘅呢啲，即係未來人穿越嗰啲我唔知啦，呢啲唔係玄學嘅範疇。但係我哋可以將占卜或者玄學作為一個了解趨勢嘅工具，即係例如可能呢幾年嘅大氣候係會多災難啊，多火災啊，偏向可能啲人追求身心靈啊，呢類型叫做趨勢嘅預測呢係可以嘅。但係事件嘅預言呢，我覺得基本上9成9都唔得嘅。除咗一啲好 exception 嘅例子，但係呢個留翻最尾先至講。咁所以首先我會將玄學啊、占卜或者所謂嘅睇命盤係分為2個方向。第一就啱先我講嘅趨勢預測係可以嘅，但係事件嘅預言呢，我覺得係唔得嘅。事件嘅預言即係例如譬如幾多月幾多日邊度會山泥傾瀉，或者幾多月幾多日邊度核電廠會發生爆炸呢啲咁樣。咁而呢啲所謂嘅事件預言呢，好多時都係一件事。咁但係到底點樣出嚟呢？其實好少人會咁樣嚟去講或者深究，通常都會可能話發夢或者點樣卜到個卦，咁樣嚟去睇。咁而趨勢嘅預測呢，我覺得係接受會有一啲嘅誤差嘅情況，係嚟睇一個大嘅趨勢，例如啲人講話九運、八運嗰啲，或者睇一個星盤，或者依家個星象水星逆行，跟住大概會有啲咩嘅風險嘅趨勢呢，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嘅。咁所以會係一個叫做局勢嘅氣候 instead of 某一件事嗰個傾向。咁通常咧，我哋用嘅方法，我諗大家一般比較即係香港人聽得多啲嘅，可能紫微斗數啊、八字啊、易經卜卦，或者可能西式嘅塔羅牌、星盤咁樣。咁如果易經嘅話咧，就的而且確皇極經世，即係一本古書，佢係會將唔同嘅時間分咗咩上元、中元唔同嘅運。咁或者甚至乎係每一年、每10年會有一個旬卦，或者每一年有一個嘅卦象嚟去講解大概嗰時候嗰個趨勢係點嘅。咁其實佢係啱先就我講咧一個叫做趨勢嘅預測，就唔係話真係幾時發生咩事。咁大概你可以當係好似有啲似睇，有少少似睇天氣報告嗰種咁樣嘅角度嚟去睇嘅。咁但係其實佢都係講緊個大勢會係點樣，咁佢都唔係一個用嚟好實際預測啊邊一年發生咩事，戰爭定點，佢唔會講到咁 specific 嘅。咁反而同埋啱先我講緊話《皇極經世》呢本書
或者佢嗰個理論提出嘅時候呢，都唔係現代社會，所以我哋好難用呢一樣嘢嚟去睇，完全套晒落去西方社會嗰度嚟去睇嘅。咁而比較多人中意用，我覺得係留意到係上網或者唔同嘅專欄上面，好多人會分析就係可能啲用以命盤嘅角度嚟去睇啦，八字紫微或者占星，有啲人會用譬如特區政府成立嘅日期1997年7月1日子時咁樣，或者會係用嗰個老闆嗰個命盤，譬如可能恒大許家印個命盤，或者睇 Donald Trump， 或者可能睇 Elon Musk 睇佢哋嘅命盤嚟去估計佢嗰時嗰個狀態同埋佢做嘅決定會係點樣嘅。咁其實係會比較偏向睇佢嗰個反應模式，或者佢哋嘅風格或者做事嘅方式嘅。我覺得呢啲嘢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同埋一個大概預測得到，我覺得都會係中嘅，但係佢唔係一個事件上面嘅預測啦。咁啱啱我講到咧，旺極經世定係命盤咧，都係其實屬於一啲計算出嚟嘅方式嘅。如果命盤紫微八字嗰啲就真係完全係用攞一啲嘅時間嚟去計咧。咁但係至於攞咩時間嚟去計咧，就睇我諗睇唔同派別或者唔同人嘅方式。例如可能譬如我以Elon Musk 嚟講，譬如可能佢嘅出生嘅命盤啦，有啲人可能會睇埋佢公司成立嗰一日啦，即係譬如 Tesla 成立嗰一日，或者佢上市第一日係點樣，咁就係有幾個唔同嘅日期。咁但係到底係邊個比例重啲呢？我諗應該每一個派別都有佢哋睇法會有唔同。咁而另一樣嘢呢，接下落嚟講呢，就係一啲可能卡牌類。一般可能大家諗起塔羅牌或者 Lenormand 可能都係問下啲愛情啊，或者最多最近期事業嘅嘢啊咁樣。咁的而且確咧，牌類咧係比較睇啲短期嘅狀態嘅，可能我覺得最長可能1年係啦，幾個月到1年咁樣嘅狀態。咁而係可以相對比較問一啲細節啲嘅問題，係啦，針對啲細節啲嘅問題。咁但係咧，我覺得細節啲嘅問題都好咧，佢都只係一個趨勢嘅啫。例如譬如可能問俄烏戰爭，可能係講緊佢哋嗰個發展大構會係點。但係你話如果要定到幾時會打完仗，因為好似俄烏戰爭打仗都打咗幾年，咁佢哋一開始開戰嘅時候，其實就算你開副牌睇，你最多可能睇到比較長一啲，但係好難睇到話會幾時完，或者去到邊一個事件咧發生咗啲咩事之後咧，就會突然間個局勢大轉啦。我覺得係比較難一啲嘅。雖然我哋平時一般人用占卜咧係可以好針對好細嘅問題嚟去問啦，咁但係於一啲國家大事級別嘅嘢或者國際形勢嘅嘢咧，其實牽涉嗰個因素太多，你冇可能好 detail 咁樣逐樣嚟去問。變相就算我哋用卡牌嚟去問都好，可以叫做問得細緻啲都好，喺嗰個背景之下咧，你好難好細緻咁樣嚟去問。例如你可能問咗普京點睇，澤連斯基點睇，佢仲有下面唔同軍隊、唔同嘅人、唔同嘅戰役。咁所以如果我哋平時一般人嘅生活咧，譬如問愛情，你可以抽3張牌睇個愛情運，再抽3張牌睇佢依家有冇其他對象，再抽3張牌睇有冇人中意佢，再抽3張牌睇下佢前途翻嚟。你可以大概咁樣砌咗個圖出嚟，但係卡牌佢咧係唔得嘅。我會覺得都係只係睇到一啲可能3到6個月邊條戰線會係升溫、降溫、僵持，大概會係咁樣嚟去睇。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問咧，用啲世界大事類嘅嘢咧，用卡牌類，我覺得係問啲嘅，因為其實都好睇嗰個占卜師佢自己本身嗰個解讀嘅功力啦。咁同埋亦都有一種嘅講法就係、你自己問美國國運同 Donald Trump 問你問美國國運咧，出嘅牌咧一定唔同，就睇你對於嗰件事個參與或者關你事有幾多嘅。咁接落嚟咧，最多人討論或者講嘅咧，就係一啲可能靈媒通靈啲嘅方法。咁呢啲咧就比較屈機啲嘅，即係好似之前上年好出名嗰個我所看見的未來。
或者之前都有個牧師，美國有個牧師話係發夢見到 Donald Trump 俾人哋槍擊，跟住掃過隻耳仔咁樣。咁的而且確真係有發生到呢件事。咁佢有 YouTube 嘅片係佢之前即係出事之前，佢有咁樣講過出嚟嘅。我相信係有嗰啲可能靈媒通靈或者個人啲靈性經驗。咁但係點解話呢啲屈機就係因為佢呢啲其實冇方法嘅。即係可能突然間某一日觀音顯靈、聖母顯靈，然之後或者你突然間點樣通靈睇到，佢唔係一個可以學習重複驗證嘅方法。先唔講話用科學角度係咪用現代嘅科學角度係咪話你做完呢個實驗成功到，跟住下一個人照住你嘅方法都可以重複做到呢個實驗必然結果。先唔講呢一樣嘢，就算以方法嚟計，譬如好似塔羅牌占卜或者可能易經嘅卜卦你可以質疑佢嗰個準確度或者係可重複性，但係佢的而且確背後有一套原本嘅理論嚟去解讀嗰件事。咁但係對於通靈或者個人靈性經驗嚟講咧，其實係冇嘅，係啦。咁所以佢既神秘，但係佢準嘅時候都好似準得好犀利啦。好似有個英國嘅靈媒叫柏克，佢都有講過話香港會有幾棟樓火災咁樣嘅事。咁宏福苑嗰單基本上都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好似真係噏中咗喎咁樣。咁但係重要嘅事要講3次。就算佢哋有啲好中得好勁嘅預言真係成功咗都好，佢哋其實都有好大部分嘅預言咧係冇發生冇中到嘅，只不過係中咗啲人記得，唔中嗰啲咧係就大家就算啦咁樣。咁所以佢係嗰個敘事程度係好依賴佢嗰個選擇性嘅，同埋信佢嗰啲觀眾會去點樣嚟去解釋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其實大概大家可以理解嘅就類似呢4種方法啦。一個就係好似啱先我講嘅黃極經世嗰啲卦啦，或者佢分嘅譬如上元、中元、下元嗰啲運，有少少似我哋大家平時咧通勝一打開睇嗰張春牛圖，講今年會點咧咁樣，60甲只有60個圖，有少少類似嗰種咁樣嘅，即係大家類似會話逢係丙午年咧或者赤馬紅羊就會火勁啲多啲戰爭打仗咁樣。咁其實佢係一個趨勢嘅啫。第二就係啱先我講嘅命盤、紫微八字或者用占星。第三就係一啲可能短期啲嘅占卜方法。譬如卡擺類，甚至乎其實啱先我講漏咗，譬如阿拉伯嘅地卜術嗰啲都可以嘅。最尾咧就係一啲通靈類嘅方式嚟去做。咁而我想其中分享嘅就係你無論買好多唔同嘅書，尤其是占卜類嘅方法或者通靈類嘅方法，或者可能命理類，都係一啲比較個人應用嘅層面比較多一啲嘅。比較少真係有人學嗰門算命工具，就係專門睇國家大事，我覺得係比較少。占星上面嚟講，我知道係有一啲專係叫做睇財務發展，或者專係睇世界大事，所謂嘅世俗占星係有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覺得普遍呢一門即係對於世界大事嘅方式嚟去睇咧，同喺一般嘅占卜師或者命理學家嚟講，普遍大多數大家應該都係會用嚟睇個人層面或者幫客睇多過嚟去睇世界大事嘅。所以個人嚟講，我覺得逢係你聽到啲咩世界預言啊，或者預測方法啊，啲人起卦點點點啊，你先諗一諗佢到底係用邊一個方法，即係邊一個邏輯，或者佢自己有冇過往冇啲咩誤差，其實佢都有出現過，有承認過。同埋你再諗一諗呢啲預言或者所謂嘅預測，對於你嚟講係可以做啲乜嘢，定係佢只係純粹放大個恐懼，或者當係一個娛樂。哪怕你當係一個娛樂，好似你中意睇 AI 爽劇，冇問題嘅，即係你大概知道係咩一回事就 OK 嘅。你又唔需要話好沉迷或者俾佢控制咗你自己嗰個嘅決定。好似有啲朋友好中意講話啊，個中意咗個女仔咩星座，或者中意個男仔咩星座咁樣。咁我都會當我 feel 到佢哋認真沉落去嘅時候，我就會講嗰個所謂星座咧，你可以當係參考嘅啫。你真係要認真睇就睇埋佢上升
月亮、水星、金星，同埋有冇啲咩相位各樣嘅嘢，係啦，我都會提一提佢哋嘅。咁但係如果當娛樂咧，就冇乜所謂。咁啱啱講咗一啲唔同嘅方法啦，有啲抽象啦。咁接落嚟咧，我會同大家講一啲實例嘅人物嘅，係啦。咁我會簡單分享幾個我覺得比較特別啲，或者叫做有資料可以揾得到嘅人，係啦。同埋近代啲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雷諾曼女士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我有學法式牌 Lenormand 呢一副牌。咁佢基本上咧，佢就真係靠占卜其實兼埋通靈啦。因為根據翻啲資料記載，其實佢12-13歲已經有啲靈視嘅能力，即係可以譬如睇到嗰個修道院個修女之後個下場會點，其實佢已經咁樣講咗出嚟。咁雖然佢係出名用卡牌類嚟去占卜，同埋佢真係用真係預言預測嗰種咁樣嘅，sorry， 真係事件預言嗰種嘅。佢最出名嘅事就係當拿破崙嘅太太 Josephine 仲未嫁俾拿破崙嘅時候，佢已經精準預測到佢嗰個預言到佢將來會有一仔一女，同埋佢將來會成為皇后。咁就先嫁俾一個男人咧，生咗一仔一女，然之後離婚再嫁俾拿破崙，但係拿破崙當時仲未成為皇帝。後尾到拿破崙成為皇帝之後咧，佢就順理成章成為皇后啦。咁歷史上面關於佢嘅好多好傳奇嘅記載，佢預測嘅事件發生咗，同埋好多政要嚟去揾佢占卜。咁基於因為教會嘅原因啦，咁其實佢俾人捉到好多次去坐監，但係都好快放翻出嚟，因為太多權貴咧都要揾佢去占卜嘅，甚至乎佢係揾到好多錢嘅。佢歷史上面最出名揾得最多錢嘅占卜師，我以前都好似有講過其他 podcast 上面。佢死後之後仲留低咗50萬法郎，係俾佢當其時嘅侄仔咁樣作為一個遺產。50萬法郎，就算依家呢個年代50萬歐羅都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咁以當其時講緊200年前佢做到咁咧，其實係好犀利。咁但係佢真係一個傳奇級嘅人物嚟嘅，即係我覺得呢一種係超越咗一般學習嘅占卜方法。即係我諗，就算你問AI 又好，定係你抄勻唔同嘅占卜書，呢度我唔單止限制淨係Lenormand 嘅牌啦、啤牌啦，或者塔羅牌都好啦。我覺得應該冇乜一本占卜書或者冇一個人可以教到你純粹用卡牌嚟去睇到一個人將來會成為一個皇后，或者一個仲要生完一仔一女離婚，然之後再點？我覺得係好難嘅。最多你可能會睇到你將來會出人頭地，或者好有權力咁其實係咁樣嘅啫。但係去到一啲咁精準到事件預測，然之後仲可以教人哋邊個會幾時會出現嚟去暗殺你，你要避開啊咁。呢個係太即唔係我哋依家有嘅方法可以學習得到嘅。即係你買幾多書，你揾幾多老師，應該係冇人可以教到你做到呢一樣嘢。起碼 at least 現代人上邊係即冇一個老師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我哋所知。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明治時期嘅日本嗰邊嘅，另外一個我都有睇佢嘅書同埋資料。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易經嘅大師嚟嘅，就叫做高島吞象。咁佢喺監獄度自學易經嘅呢個人嘅背景係啦。咁佢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書香世家。咁但係因為一啲商業犯罪原因就入咗獄，跟住然之後就得到一本易經，跟住咁佢就自己學，自己去卜卦，然之後去睇。咁佢都係據聞係百發百中嗰種咁樣。咁如果大家上網揾佢嘅資料咧，其實都係好傳奇個人物。咁佢亦都係有留低書嘅嗱。呢個有特別要提就係佢有留低一啲著作係講佢點樣去斷卦嘅。咁易經入邊咧有64個卦啦，即係類似塔羅牌78張牌咁。你當係大家易經入邊有64個卦，咁佢每一個卦咧都有佢嘅見解嘅解釋，然後再配上一啲問卜嘅例子嘅。咁問卜有解釋卦，跟住問卜例子，咁好多人嘅書都有啦。咁但係佢都係幫好多政要歷史人物嚟去做嘅。咁當年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咧，都係同佢好 close，佢都係會揾佢去占卜，甚至乎對於
中國同埋日本嘅甲午戰爭啊，打完仗之後會清朝會派李鴻章過嚟啊，咁佢都係預測得中嘅，係啦。咁而我覺得我會特登講係因為佢預測得中之餘，佢係相對比較近代少少，即係佢唔係諸葛亮啊嗰個年代或者孔子嗰啲咁久遠嘅年代啦。相對佢嘅語境，佢講嘅事係大家可能讀中史書都會讀過下近代啲。而佢亦都係自學，佢亦都係有好多實際嘅例子留低落嚟，係可以俾大家參考嚟去睇嘅。咁佢嘅預測咧都唔係講事件式，幾月幾日發生咩事嗰種，佢都唔係，佢可能大概會講季節啦，會大概點樣嘅走勢，咁佢都係 base on有問題嘅情況下，然之後再去問，跟住然之後再卜出嚟嘅結果，咁佢就唔係自主嗰種突然間發表一啲預言，就唔係嘅，係啦。咁呢兩個係比較有歷史記載嘅人物，有歷史事件記載嘅人物，一個東方一個西方係比較出名同埋留意。其實因為都係一個原因，所以我自己都有去特登睇一睇高島吞象嗰位日本嘅易學大師嘅一啲嘅著作，起碼有啲資料。如果你真係想成為一個高手嘅時候，你有啲嘅高手嘅資料你可以睇一睇咧。我覺得以一個學習嘅角度嚟講咧，係比較穩陣一啲嘅。咁啱啱講嘅兩位咧，都係一啲講緊可能100幾200年前嘅人啦。咁現代人嘅話咧，其實就比較出名嘅，我諗係印度神童啦。大家都有聽過好多，雖然有啲人覺得佢係騙子啊，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咁樣嘅僆仔，如果你要做騙子做到咁出名，其實都唔容易。即係我覺得佢聰明才智實力一定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因為基於我自己真係唔熟悉占星呢一 part，咁所以我比較難 comment。咁但係佢即係我睇翻大概網上嗰啲言論，佢有啲嘢講得準，大概趨勢。咁但係佢有啲嘢咧都冇發生到，或者都未必完全應驗嘅。咁但係我覺得佢相對講嘅嘢咧，都叫做有根有據一啲咁樣嚟去講。所謂嘅有根有據係譬如佢按住一個星盤啊，依家個行星行到邊一度，所以會發生咩事咁樣嚟去講。你可以唔信呢件事，或者你可以覺得佢嘅見解有唔同，但係佢都係 base on一個叫做天象嚟去講解，有少少似台灣唐以陽去講每個禮拜嘅星座運程咁樣。咁我覺得就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嘅參考，或者從星象咁樣嚟去睇，我覺得都係一個實務嘅選擇嚟嘅。咁而另外兩個啱啱我都有提過，就係柏克啦，英國嗰個靈媒啦。咁佢有基本上都係透過夢境通靈嘅嘢嚟去講比較多一啲嘅。咁但係咧，都係提翻嗰句啦。我覺得我唔排除佢有，即係我覺得佢有實力都唔出奇嘅。即係我覺得逢係去到咁出名嘅人嘅話，你話完全零實力，我覺得又比較難啲嘅。咁但係咪真係會好似即係中得咁多？其實可能統計翻咧，一個人當佢做好多嘅預言咧，譬如佢做咗1000個預言，佢其實就算中10個咧，啲人都會覺得哇，佢10個預言中咗，好犀利喎咁樣。都會有人咁樣嚟去講，所以我覺得呢啲通靈類嗰啲咧，除非你真係好信佢，好似一個即係信宗教嗰種咁樣信啦。如果唔係喺冇方法論嘅基礎之下咧，我覺得係唔需要太認真嚟去對待嘅。咁包括啱啱有提過另外一位牧師話見到 Donald Trump 個耳仔俾子彈飛過嗰一個，咁其實佢同一套學説預言入邊，佢都有講咗極端經濟崩潰啊、地震啊，又講到啲末世情節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咧都未應驗嘅，好多時都係中咗1-2個，大家就會覺得哇，覺得好犀利咁樣嚟去趨之若鶩咁樣。而我補充多少少咧，占卜類卡牌類咧，雖然唔係通靈，但係我覺得有少少係踩地界嘅，即係好似
雷諾曼女士咁樣，咁佢用卡牌嚟去占，但係我都有講過啦，其實卡牌我覺得冇可能做到呢一樣嘢，佢可能基於個卡牌嘅 hint，再加埋佢一啲嘅實力嚟去做呢件事，因為占卜呢件事咧係需要有一啲感應嘅，包括啱先我提過嗰個高度嗰個易經大師，其實佢都有講過話要即係一啲心決志成模式，可能要閉住氣，要諗住你嗰個問題，你係好有意識嚟去諗嗰個問題，放鬆，然之後去再去起個卦或者去抽牌咁樣。咁包括我教占卜都係嘅，我成日都會所有嘅占卜師都會講噶啦。但係大家可能聽完一句就算，因為行貨啦，覺得就係你占卜嘅時候要安定心神。靜低落嚟，放鬆，諗住你嘅問題嚟去占卜，所以 that's why 點解古人會有呢個沐浴更衣，其實都係呢一個狀，即係呢一樣嘢嚟嘅，都係希望透過調整自己嘅狀態，做到一個人天感應嚟去獲得一啲訊息咁樣嘅狀況。咁去到最後總結，我覺得建議大家都係用一個平常心嘅方式嚟去對待呢啲預測嘅工具。因為就算同一個人，sorry 唔係同一個人啊，唔同人，就算佢哋抽到同一副牌，或者佢哋甚至乎係同年同月同日生，個命盤一樣都好，都唔會有一樣嘅命運嘅，都係靠你自己點樣去自我調節、自我覺察、成長，然之後透過你自己做出唔同嘅決定嚟去影響、改變你自己嗰個人生，或者去影響啦，我冇話完全掌控得晒，因為我哋冇人知道自己係咪真係完全掌控得晒自己個人生。咁但係我覺得可以喺某程度上面去帶嚟一啲正面啲嘅影響。呢個係我覺得作為即係一個玄學從業員，無論係睇命盤又好，定係睇牌占卜都好，都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心態嚟嘅。咁今集咧講得都有啲長啦，咁我都好多謝大家聽到呢度嘅朋友。雖然我唔係好經常 update 我嘅 podcast， 坦白講我都覺得自己有啲懶嘅。咁但係我又有少少唔係好想為咗一定要出街先至即係 keep 住逼自己去錄，我都係希望真係自己諗到一啲好嘅 topic 咧，我先至同大家分享。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我講或者分享嘅話呢，都歡迎可以 DM 我或者係我嘅IG 個 post 下面嗰度留言。咁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次見，拜拜。